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来讲，迄天我去找阮知己的，国情啊，我知。北部电台名主持人主持下晡的时段，阿国啊，名甲你共一个国对。结果入去到伊的办公厅咧，下晡时啊，看伊安尼面有面教，我讲阿公兄，当你是有个安那？所以毋知影昨暗我咧等要看你解文说理这个节目，结果阮某电视遥控器大数机甲我举去切别台，大数机这台语3字的用语，大起头的大数机，咱知影，就是表示一个人咧做工课拢无考虑别人，拢自作自端就对啊。我讲阿公兄，你甲转转来就好啊，你是毋通为着我甲恁牵手冤家呢？阮说话人是真贤惠呢。毋是啦，我讲啦，讲你若安尼吼，袂晓尊重恁人，我着安尼用客厅甲买2台电视啊！我讲你若真正开这个钱，着大某拍细姨啊！啥做大某拍细姨？袂起来话顶句接袂句，完了后壁要互你接一句3字的用词，大某拍细姨，大手举起来就是大出手，大出手。民间咧讲即句话3字的，就是讲哦，开钱真拍开，无咧存在。迄客厅一个客厅买2台电视，翁看一台，某看一台，安尼就有影大出手哩。我特别搁甲阿公兄讲吼，实在牵手都爱尊重，毋通乌亮，毋通甲牵手激气。若无吼，我相信食亏的是你家己。阿公兄听我讲安尼啦，就讲有影哩。我呢节目做甲煞，即摆已经下晡时啊咧泡茶，请你啉啊，还袂食中昼，因为伊都无甲我款便当。我大细顿啦，巴肚安尼叽叽咕咕啦，大细顿即句话吼，安那民间咧讲3字的用词，我那大入起头的，就是讲吼一顿久久，2顿相拄。有的人为着要趁钱，做甲呢无暝无日，中昼无照起工车，就爱到暗时2顿做伙食。迄若华语咧讲即款情形，就是讲做午餐，对毋？就中餐去午着做午餐，暗餐去午着做伙食宵夜做午餐。若台湾话讲午餐人听无，正常就是大细顿。所以大字起头，台语3字的用语，各种谈遮整理甲排比，互你当作艺术，互你当作趣味，咱互相来探讨。讲遐无影甲伊某冤家，我是定定掠伊出来做主角，讲笑拍俏谈。